好，哎，来继续咱读无了的，这个1643年5月22吼，即天内底佫业一寡，因去趁即、个去探黄金嘛，就是去找黄金的即个日子吼，写咱昨看到5月4号吼，啊结果呢，我家己若读若爱困，结果家己嘛无啥知影到底是内容是咧读啥吼。好啦，继续读落吼。5月初5，队长本吼，名叫做本尔吼。队长本和多罗曼社的酋长来友善来示行吼，并且甲迄个西班牙人的某，伫咧伊甲伊的自荐之下，就是家己推荐家己啦吼。伫伊家己推荐之下呢，留伫咧多罗曼社，以便会当看伊到时阵是毋是会当为公司做出啥物好代志吼。探听出啥物有利的消息吼，阮随着前军离开遐吼，该社迄寡重要的人物和其他几个居民陪阮离开，要去帮忙队长渡过迄条河吼，就是要绕过迄条河啦吼，并且要搁去伊来告别吼，挥别吼，告别。因甲队长讲，捌有几个人对加马兰社来过去遐吼，甲阮安尼讲甲足歹听吼，是想把我们描述得非常丑陋吼。因此呢，因毋敢相信阮吼。若是阮阮明年搁炸好物来吼，就是炸一寡物件来吼，就会甲阮完全友善来往交易，甚至呢自我推荐吼，愿意亲身用因的细只船吼，带阮去巴拉波雷社，我看啥物所在？第6个注脚，讲对本文的描述，此社应该就是顶头5月3号所提起的迄个帕波罗吼。河边有上大粒的黄金的迄个村社，但是嘛，安尼讲嘛，毋知是倒位吼。因自愿答应小船吼，载阮去巴拉波雷社吼，尽因的可能来为阮进行黄金的交易等等。为此，队长赠送上述重要人物一领衫。该重要人物也回赠一袋仔黄金吼，一束束啦吼，一袋仔黄金。阮真辛苦来渡过即条必须对水深到腰的即个河中吼，绕过即条河吼。然后沿着海滩前进，迄个海滩吼，海波啦吼，海波的沙因为被强烈的日头晒甲非常的烧吼，所以呢，阮迄寡拄则对水面起来迄寡士兵的骹拢去用去烫伤吼。若是讲阮经由伊瓦坦河来前进吼，安尼就搁较好行吼。伊瓦坦河是倒一条河呢？无注脚吼，毋知。行了差不多3点钟久，经过一个叫做拉卡利社的村社，我看嘛，拉卡利社什么所在？第7个注脚，可能是伫花莲县寿丰乡一带吼，嘛可能伫咧花莲市内底吼。好，经过这个。大家对啥无看？经过一个叫做扎卡利社的即个村社，伫迄个头前嘛有2条河流吼，2条河，伫另外5-6条细条溪吼，要暗嘛来到
伊即差一句话我看无啊吼，应该是倒位个写毋对讲。伫迄个头前有2条号楼，伫另外5-6条碎条溪吼，应该是有啊，好，无度，伊就是安尼吼。要暗嘛来到提拉罗马社吼，阮嘛拍算踮遐过暝，但是因为当地居民真无情愿吼，真无欢喜吼，甚至咧连水都无愿意提供互阮吼。因此呢，队长和军官拢认为讲无应该留踮咧遮吼，所以又搁对遐搁出发。迄寡提拉罗马社诶人答应讲，因要伫咧迄个头脑河边，头脑吼。TONAUW 头脑河边做几间厝，互阮阴暗踮遐住，也要甲阮对扎卡里加社所带来迄几只猪吼，以及即个提拉罗马社诶人所送阮诶猪啦吼，送到上出迄个河边。阮伫咧暗时来到即个河边，但是呢，迄寡提拉罗马社诶人拢无来甲阮起厝吼，也无送猪来吼，只敢若带来一只真细只猪来烘吼。队长就将因赶转去，威胁因讲，到时阵会受到报复吼。因此呢，阮就看出来讲，即个提拉罗马社诶人是一阵歹人吼。5月初6。早起出发，溯头脑河，就是迄个头脑河诶上游去啦吼，行差不多3点钟久，然后绕过该河吼，迄个河相当诶深吼，水流真错流，冒了真大诶危险才渡过去吼，继续前进，经过。数不尽的河流吼，算袂了的河流溪吼，细条溪啊，即个来石头甲即个炎热刀刷的道路吼，下晡开始落大雨，即5月天吼，伫台湾5月天已经开始着热天吼，都要到啊吼，就热。下晡开始落大雨，哦，佫会。西北雨，互迄个行军吼，就是互阮的行军搁较困难，真侪人的骹拢受伤破裂吼。暗时来到比萨南社，伫遐过暝，受到居民还算袂歹的接待。5月7号，阮出发往马泰安社前进，也行过几条溪流，一路伫咧中昼的时阵来到即个社吼，因为士兵的骹受伤真厉害，过去2天又搁经过遮尔辛苦吼，所以即一天就留踮遐休困，也踮遐过暝。伫咧暝时，知影讲即个村社的一个头目带领因大部分的人出去村社外面，不怀好意吼。因此呢，阮就派兵周围啦吼。谨慎来防守。5月初8，早起对迄个马泰安社出发前往苏布拉社，迄都有注卡地背苏布拉社哦，苏布拉社啦吼，苏巴社吼，汉字写扫巴吼，苏巴社，伫咧花莲县的水乡，我毋知影水在地人是毋是安尼念吼，汉字就安尼念吧。哦，瑞穗吼，OK， 5月初8早起对迄个马泰安社出发前往苏布拉社，阮有2个士兵因为无法度行吼，所以必须要踮遐留落来。暗来到苏布拉社。即天落真侪雨，苏布拉社的居民也对待阮袂歹，所以送互阮几只猪和一堆米以及麦仔饼。5月初9，
早起对遐搁再出发，经过塔克里社。塔克里社是啥物所在呢？第9。根据本文的描述，应该伫咧索巴社以南、比南以北吼，比南就大东市啊吼，而且比较接近即个索巴社，可能伫咧花莲县的玉里镇，吼，就是经过即个塔克里一社吼，可能是玉里啊。阮总共有10只猪，该社的人规条路拢为阮咧派迄寡猪，而且也派3个阮无法度行的即个摆卡的人吼。暗时啊，阮伫一条河边咧过暝，即工行了一大段路，途中还阁落真侪雨，因此呢，真侪士兵因为太疲劳来落伍吼。大概叫咱讲，倒无着阵啦吼。有一个词我煞袂记吼。查一个代理大词典，落队吼。无落队是华语的讲法。错无？好，咱转来日志啊，继续看哦。因此呢，真侪士兵因为太疲劳吼，伤忝，所以落队啦吼，落伫倒伫后壁倒无着队啦吼，落伫后面。5月10号早起，搁再继续出发。有4个摆卡的人，因为骹着伤甲真厉害，所以留踮遐。也派一个健康的人含迄个医师即个同步同齐留踮遐，以便和别人联络。要暗仔时，阮又搁伫一条河流一条小支流边仔休困，踮遐过暝。5月11号早起，又搁继续前进，中昼过了无偌久，来到避难社，队长本。随派几啊避难人要去甲迄寡因为摆卡或者是破病留伫后壁的人来甲因带来避难社。Christine Smarbach 报告讲，迄寡胖船和迄只魁贝尔船伫咧本个月10号来过避难后面的沿海，再来要去送互军队的粮食甲枪支好药吼，已经落来交互因咯，交即个 Christine 吼 ，Christine Smarbach。迄寡船还阁日常伫咧伫遐踮遐咧飘动吼，飘浪啦吼，听下阮到位吼，要去遐看是毋是会当接运阮的军队吼。因此队长派几啊士兵摕一面青黄旗去遐。要去遐插踮咧迄座小山的山顶，并且3不5时爱弹一下步枪吼，希望迄寡船顶的人会听到并且看到，来挖番吼，安尼继续发射信号，一直到本个月13号。下面接咧咱遮写日志5月23号吼，咱这是5月22号内底会业的业即个。几工差不多1个月的即个日志啦吼，描写即个 Peter 本即个队长吼，带队去探黄金的即个日志吼。伫咧5月22号吼，因即暗 Peter 本对大目连转来到厝地吼，即个厝地是倒位啊？我袂记个日志是当伫倒位写？报告讲吼，阮的批一站收到，全军拢伫咧伫半路中吼，会当渴望吼，会当看讲，可能明仔载暗时啊会当转来到遮，约了超100人吼。所以5月22号就是主要是
因为有接到这个，应该是伊先遣了吼，头前这个派人来吼，因为足侪人拢无都通行袂叮当吼，所以头前这日子有写吼，讲迄寡完全无法度行的人，分别留伫马太鞍社、比南社、放射社甲其他所在吼，已经甲因讲，逐恢复以后就转来吼。有报告讲，我即马搁定看这5个日期啦吼，我因为看个嘛袂记吼，迄昨是太爱困吼。关系到一方面去探查金矿的代志，伊报告讲3月2对遮出航了后，共过个29号到淡水吼。过堂你着照互伊的命令，遐个人来小解雷马瑞阁下已经升任议长。4月初2到归人登陆，到遐命令所有高官阶吼，不论官阶，即个官阶的人拢解除对 Traldenius 阁下的誓约，重新上诉即个雷马瑞阁下来宣誓效忠。4月12带领全军伫咧晴朗好天的即个伫咧好天当中吼，航往金矿遐吼。但是即天因为无风，行袂远，后来伫咧12号到28号伫咧金矿附近吼，甲即个 Saint Lawrence 就是苏湾遐吼，伫遐徘徊。最后带全军伫咧 Traldenius 阁下捌带兵登陆过的所在吼，北平1英里的所在来起山。迄当阵并派一个下级大工叫做 John Olos 坐胖船开人号吼，送避难的物件去避难。因着内陆前进，迄当阵着雨，迄暗来到一条河边休困，雨还是继续咧落，所以完全无法度通前进。因去探经的即个艰苦的情形，逐日所作所为，详细记伫下底，就咱拄则读的一寡啦吼，诚艰苦吼，诚辛苦。结果呢，嘛是无找着，咱就知影荷兰人其实无找着金矿吼。金龟礁遐的金矿是足落尾才找着的吼。5月23，咱来继续看5月23。好天风游玩是像昨昏。我记得咱即马读的这是伫台湾的日子啊，吼，毋是伫贵人，毋是伫淡水啊，吼，是嘛伫台湾，伫台南。好，5月23好天，风游玩像昨昏，有下日的船只出入，所在号码甲人数如下：2只对南方到遮，载新茶甲陈12个人；2只对西那来到遮，载200担的盐53个人。一只出航前往南方空船载6个人，一只前往烈士载咸鱼载6个人。下晡约有100个士兵对多罗湾经过赤坎转来到遮吼，拢还算健康吼，所以因即寡人吼，伫咧迄个本吼队长带队这100个人转来到台湾了吼，只是足忝安尼吼。剩呢？讲是明仔载或者是后日都拢会转来。也有2只掠鱼的篷船对西那来到遮，对因遐知影讲伫咧西那中部，伫首都甲沿海的荷兰省吼，即只吼有一个富庶和蔼啦吼，而且备受敬爱的加职位的人。起来反抗国王，已经自称是国王。伊有真侪追随者，并且已经用武力夺得一寡优势。咱来看第一个注脚吼，讲是这是指李自成之乱吼，李自成吼，李自成之乱1606年到1645年吼，1643年伊占即个中国吼，西那即个湖北省。河南省甲即个是读个陕西哦，陕西的陕哦，不要读。我找一下吼，
歹势吼，读做陕西的陕，为什么变做甲？变做威？哎呦，真正嘞！结果陕西的陕吼，伫台语是另外一个读法吼，读做协吼，但是是威的意思吼，威水啦吼，或者是危险吼，读做协，怪怪吼。我还是读陕西啦，因为我认为应该毋是协啦吼，但是就敢若收一个音尔。我看一下咧，台里大书店敢有收即个所在，即个地名。有呢，台里大书店有收即个诗仔即个姓吼姓名。台里大书店标音是叫做陕西吼，陕西。陕西省，读到对啊，读到即个李自成吼，讲1643年伊占西南湖北省、河南省甲陕西省的大部分吼，所以有一寡用武力夺得一寡优势吼。伊阁知影讲传说讲一关有2个兄弟，为着国王去和伊作战。却被活掠去吼，并且有4个月海港无接到国王的命令，也无新的官吏来到海港，因为上述的叛军吼占领了这两位中间的道路，所以互人甲货物拢袂当送来海港，或者是送出海港吼。也听讲。也无关系到杰心或者是其他人的叛军的确实的消息。阮咧烦恼讲时间会伫咧无交易的情况之下来过去，阮的钱也无法度通用着吼。不离个传说讲有2只大叛军已经伫咧偏湖，当要前来台湾遮，愿上帝来带领保庇吼。看到即个李自成。大约我知影，大明差不多要牵照起来吼。我袂记总经是甲当时啊，较早捌读过，我袂记，捌早过我袂记，我搁看一遍。总经敢若甲17年吼，1644年吼，咱已经读到。即个明书中总经16年吼，就是末年即个总经皇帝都要去调查啊吼，因为李自成起兵嘛吼。好，咱继续看，西南开始要乱啊吼，古也西南乱就是台湾的好日子啊吼。好，咱继续看咧吼。即工读煞，我咧看5个历史。因为阮有感伫即个先仔对阮所写去的批信，含即个叮咛，无互阮满意的理由甲说明吼。迄5个历史，歹势，我头前一句袂记读着。5个历史，风甲天气犹原像昨昏，因为阮有感伫先仔对阮所写去的批信甲叮咛，拢无互阮满意的理由甲说明吼。为何完全拢无叛军前来，也无任何好物再来吼？因此，决议虽然真无愿意，但是为着无爱互迄寡先仔人有猜疑的、有谣疑的即个理由，因已经真爱猜疑啦吼，认为讲阮是咧惊因吼，
阮决定要搁一次用中文吼写一张批去互生理人食心和脑印吼，要特别强调，对伫伊无答复阮的批信吼，感觉非常的奇怪。即只竟然有一个字卡哦，还是批迄个物件，就是拄则讲迄个批信的字编号啦吼。阮感觉真奇怪，无芳船前来，嘛无贺姆来吼。根据有关的谣传，虽然已经听候真久，毋过相信讲因会伫咧短期间内用几只无翼的芳船，甲以早所订购的商品来甲运过来。因暗芳船奥克迈尔号和归人号已经完全准备好，所以命令因伫咧明仔载出航前往既定航道来顺益对马尼拉回航西那的芳船，愿上帝予公司承担的负担，因此来得以小可得到补偿。这个大明都已经差不多要无去啊吼，真正顾袂着，甲这个海港这只顾袂着荷兰人啊吼，看会出来吼。5月25。风和天气邀请昨昏早起天光的时阵，上述迄两只芳船趁着陆风出港，倒着退潮吼，真紧就驶出，算因为海水等于退流吼，所以真紧就驶出世界吼，就看袂到。早阮的批信要去西那交互华商、杰信和诺因吼，迄只芳船嘛已经出航，也有一只高野船吼出航前往南方，空船载6个人，有一只芳船对列斯来到遮，载50担盐和20稻米，载13个人。5月26，风天气要像昨昏，有一只高野船出航前往南方，载6个人。5月27。好天，风也像昨昏。今仔日翻译员钦定的一只芳船载初号出航，要去卡卡镇交易黄金。所在航母总价值是1000个6里尔，有27000个各种类的粗细的灰仔，360个铁鼎吼，铁围啦吼。10拿铁鼎，126匹空眼布，140匹麻布，20斤纺丝，毋是纺丝，缝丝吼，缝是天啦吼。一担蓝琴布啦吼，一担丝那丝线，3担茶，4担内底的茯苓啦吼，茯苓歹势。15担面粉，62担无提炼过的铁啦吼，150包烧麦，800罐鲜奶麦仔酒，800个迄个陶罐吼，陶是要安怎读？陶有3音窑、陶啦吼，陶罐。我看一下大理大书店有即个陶刷大刷排刷的意思。陶800个陶罐吼，60支油纸线，就是雨伞啦吼，油纸做吼，40张粗大的草尺，这是因所在的航母吼，就是有一只芳船吼载初号出航吼，要去卡卡镇交易黄金的吼，伊所在物件。今仔日因为华商的请求吼，也伫咧
议会决议有鉴伫旧年因交落婆含其他的受婆吼公司，毋但完全无利润，还佫大受损失吼，所以就决定落婆甲其他受婆爱用下列的计数来支付因，每100张上顶婆15里尔，中顶婆12里尔半，下顶婆6里尔半，6又搁1/4里尔，山羊婆7里尔，每一担水落婆支付10里尔。嘛，决议讲，阮要重新修改1630年8月普特曼斯阁下颁布的关系着出售货物予士兵的时阵会当记销的即个告示。以后士兵拢必须要支付合理的费用，也禁止士兵买卖即寡货物。详情甲违令的处罚记载伫该决议录内底。经常有真侪出征转来的士兵甲其他人，因为炎热沉闷的天气来破病，死亡的人也比往年佫较往过佫较侪吼，严格啦吼，永年啦吼，死亡的人也比永年佫较侪吼。5月28，透东南风，落雨的天气。中昼有8个落队啊吼，留伫后面的士兵对避难转来，炸毁一张文书 ，Smart 4期本9月19号的内批，奖励得色吼，就对即张批才知影讲，所有的士兵拢去遐咯吼，还佫有5个人佫破病留伫遐休息吼，休困3-4天。了后，就会出发转来台南遮，到时阵，就大家拢会转来吼。5月29，透西南风好天，有一只掠鱼的篷船对米诺啊，即毋知啥物所在吼，来到遮，载40担盐含30捆茶帮，有坐33个人。5月30，风甲天气还像昨昏，有下列的船只出航，2只篷船前往邦沙是啥物所在？我讲啊，会对注脚写讲，可能是邦山，指迄当阵牛马社附近的邦山港。牛马社是伫倒位呢？好啦，人过，讲有下列的船只出航，2只篷船前往邦山，2只前往西南沿海，合计总共载有150担盐甲咸鱼，载101个人。中昼迄道关系着出卖衫甲其他物件的告示，遵照本9月27号的决议来甲修改，并且公布。下晡对一只来自体布伊，即毋知啥物所在吼，载140担盐，经由片湖来到厝地的篷船的西仔人遐知影讲，伫片湖停泊着一只大只甲2只细只篷船。若是风势虎克吼，若是风势啦，就是风的方向吼，风势虎克，明仔载就会前来厝地。毋知影迄只篷船是毋是杰森的篷船吼，就是迄个西仔生理人吼，华商吼。希望迄是伊的篷船，也得悉也知影讲，伫体布伊遐吼，附近有8只海贼船，站伫遐吼。数工前吼，就几工前有一只要来厝地的篷船去互因抢吼。5月31，总算5月总算头要煞。1643年的5月真艰苦吼，读袂了袂尽的，日志内底佫夹几工安尼。
5月31号，风甲天气犹原像昨昏。早起迄只开拍船 Black 号出航前往伊的顺翼航道，因为该船已经准备好，而迄只领工船却还未对淡水转来，延前伤久，为着无爱搁浪费时间，搁延前落去，所以伊就先出发了吼，就是迄个 Black 号啦吼。后一只篷船出航前往南方，要去载就好载19个人。下晡上村迄两只小篷船含迄只大篷船对平湖来到遮，迄两只小篷船是对烈士来的渔船吼。迄只大篷船是挺后已经足久的努印就是另外一个华商吼，叫努印，毋是拄则迄个华商捷心吼，是一个努印。篷船是对安海来的，但是呢，所载来货物真少，100若白色青丝下底佫记下吼，100若白色青丝，50若布料，10大若又佫84捆的空眼布甲其他的布料，52箱镜铃甲料条吼，料就是料粉、料顺迄个料吼，条就是条端迄个条。52箱镜铃甲料条和其他的商品，16小草包，这毋知啥物件吼？小草包啦吼，小草包、小草包吼，又搁16小草包，搁300担的面环，甲50担的姜糖，以及一寡生过的菜头。生理人讲，因为新丝还未收成，因此所需求的好的布料还未生产，爱搁等候6礼拜，才会当有一寡好的布料。也讲，伫个时仔对抗国王的叛乱，搁较激烈起来就李自成即个真乱的乱到面标都安尼都亡国去国王的城市已经对远的所在去互包围起来，被猛烈啦猛烈来围攻。伊对注脚看嘛，讲注脚写安尼写讲1643年热天，北京城被满洲兵协逼当时明朝政府被拥有真侪民众的土匪首领李自成来甲颠覆去政府叫人引导去就对啦大概是安尼讲真正是天下大乱啊即当阵当然你伫台湾遮看袂出来荷兰遮无可能，这是荷兰管的但是生理做袂起来是真的进前就已经开始伫嫌啊，讲为虾米拢无船来咱转来一只，讲生理人讲爱搁等6礼拜才有一寡好的布料，也搁讲伫个时仔对抗国王的叛乱搁较激烈起来，国王的城市已经对远的所在被包围、被猛烈围攻，国王已经丧失将近一半的国土，又搁讲糖伫遐收成真少，因此非常的贵，70斤糖根据听讲啦70斤糖卖19钱的情银19钱的情银，因此买袂着像英年遮尔济的糖买袂着台湾即当阵可能阁还未出产糖正甘蔗阁糖的生产阁还未出来好，咱来看6月初1透西南风，大扫的好天。早起迄只昨昏到位的篷船已经开始落雨，今仔日全部的雨拢落来。今仔日有一只高野船出航前往南方，载9个人，有3只高野船对南方来到遮，载沉甲18个人。6月初2，透北风1643年6月初2透北风大扫的天。早起天光的时候，看见南平停船的所在，
停着一只大船。下晡，阮着调换该船的商务员来入场，伊带着伊的总督伊载着伊总督阁下的内批来即个起伞了后，阮知影讲，即只船是比雷船卡贝号，是对巴达维亚来。再来货物主要是现款，含阮所需求的商品，总价值是202000外毫吨。因为无风，阁正风，所以只船今仔日无法度通入港。对，拄则讲迄张批因对印尼所巴达维亚所载来批数期是本年的本年个23号。本年是对一月无写应该是5月啦5月23号，因为即摆6月初嘛，6月2号。知影讲对张批知影讲，下咧对北区落去的大船、快艇甲篷船，拢已经安全到巴达维亚。就是11月10号大船 Tiger 号Tiger 啦，应该是 Tiger Tiger 号到位。11月20号。这半年前啊呢，这感觉遮久。11月20号，篷船 Fortune 号载着日本的物件来到印尼11月26号，快艇 Old Water 号到印尼到巴达维亚。2天后，大船 NASA 号嘛到位。12月初8，快艇阿克斯路号到位这位拢是讲巴达维亚。12月30号，华商叫做 Sisik 啦外号叫做 Jan Swede Cow 好，外号叫做 Jan Swede Cow 的篷船。到位到印尼啦2月初伊 Benkit 的篷船到位，这应该是拢是华商的名啦4月初2，快艇 Leo 号在长官 Traldenius 到位。4月初2 ，Traldenius 佫迄当佫活旧年。4月6号，含25号比雷船 Broku 号含卡贝勒号经由暹罗来到位4月13号 Zayed 号载美经由柬埔寨来到即个巴达维亚。4月18，舰队指挥官 Johannes Lamotius 坐 Witness 号经由东京，就是越南东京来到印尼。含伊就是含舰的指挥官 Lamotius 阁下出航的 Kivit 号含 Juichenastega 号都也未到当时的4月18号经由东京也未到。怪伊也的确也知影讲，迄只载有50个士兵、精锐士兵的 Waken Boy 号因为东京国王的请求，所以留伫东京协助伊毋是日本东京越南。该国王写批互总督阁下讲，如果到6月初无派新的船去遐，伊就不准米尔曼号含即只布野号离开东京啦总督阁下因为这2个原因，所以先派即只便雷船卡贝号第一，为着要先去买胡椒、木香含琥珀琥珀。因为今年对希腊已经有5只篷船含1只弯砍船去遐去东京遐啦显得真积极来收购
胡椒，就是看起来真积极啦吼，真积极咧买胡椒，而且应该已经运12000担，就是600 Laston 吼，的胡椒转去希腊咯。即寡胡椒其他的开支无算，因每一担支付10到12欧半。一个印尼的巴达维亚的总督国下啦吼，相信讲安尼做才会当互台湾维持即个胡椒的市场吼。第二，有鉴伫缺乏资金运用吼，因此为着要满足日本的市场需求吼，犹阁欠缺6栋以上。这是讲啥物物件？我即段搁读一下。第二，有鉴伫缺乏资金运用，因此伫即个促进前有一个决议写讲，因为已经用米路和再赚的多黄金转来吼，所以有鉴伫缺乏资金运用，因此呢，为着应该毋是讲欠资金啦吼，是欠物件通买啦吼。毋知要买啥吼，资金无法度，无所在通去吼。因此，为着要满足日本的市场需求，下底是决议写讲，估计需要10到11栋吼。按照迄当阵黄金的价值，一栋黄金约略是10万毫吨吼。因此呢，为着要满足日本的市场需求吼，犹阁欠6栋以上吼，6栋以上栋是讲黄金哟，还是啥物件呢？应该是啦吼。哇，哇，看毋到个一栋黄金，迄是偌恐怖诶！一栋起码袂讲介侪啦吼，一栋 OK。现在要用即只变电船载来252000毫吨的资金，这以后无偌久，等下看一下下底注脚第5。即个金额吼，即个效益252000毫吨，项顶头所记载诶，讲202000外毫吨吼，出入差不多5000毫吨吼。OK。我咧看拄则当时有讲到即个数字，无看到。好，即卖用即只变电船载来252000毫吨的资金，这以后无偌久，还阁会载来一批胡椒，甲15万到20万毫吨的现款，希望借伊来补足欠缺的资金。祖国的货物来到遮以后，祖国啦吼，祖国荷兰吼，歹势吼，还阁会运来60万到80万毫吨的现款。现在以交易送往 Coromandel 和 Surat 的黄金，也甲阮讲，接到即张批了后，要所有前来台湾的新仔人来陈述总督阁下对几件事情的不满吼，真袂爽啊！因为生意拢做袂着，会了钱嘛吼，并且来因来郑重吼，真慎重啊，真严肃来宣布，巴达维亚将会派出一支舰队，由速度舰队就是舰队吼，由速度真紧的快艇组成，要去攻击，要航往日本，以及对日本回航的所有的用即个篷船，毋但要甲因的货物抢过来做战利品，也要拍破因的篷船，互因的篷船含人员拢沉入去海里。必须要将即项代志真严肃来因来讲吼，来因陈述，互因深信讲阮会派船去顺益，而甲即个消息伫咧西那来甲传开，安尼至少因当中有一寡人会放弃因的计划。毋知啥物计划吼，但是因敢若毋知影讲即马代西那已经代志足大条啊吼，顾袂着做生意的代志吼，也甲阮讲。
要去马尼拉航道顺益航船技术会当进行吼。啥物人甲伊讲？应该是拄则即个来的。哦，是迄个东京国王写批互印尼总督啦吼，所以应该是东京国王甲因讲，要去马尼拉航道顺益航船会代志会当进行。总督阁下赞成台湾的议会所做对新仔人会产生的反应的判断。情势符合的，若是情势符合，要派搁较侪兵力去保土岛。保土岛就是红头书，后壁有刮号写红头书吼。红头书就是兰语啦吼。所以吼，我自细汉听讲红头书三线台有无吼？红头书是较早敢若是气象报告的时阵会讲红头书的款，反正就是我毋捌听过兰书啦吼。我想奇怪，我从来毋捌听人讲即个台语的讲法吼，因为在地人讲红头书，所以呢，要派搁较侪兵力去保土岛吼，就是红头书。BOTTOL 吼，迄当阵的写法吼，要甲遐个居民清除掉吼，迄个位伫咧金矿的海边，东西约了2里长，叫做 Malabrigo 或者是 Tatachel 的岛，这是啥物所在吼？看下第7 Malabrigo Tatachel 呢，既然是位伫金矿的海边，东西2里长，所以应该就是宜兰县海上的龟山岛。好，龟山岛吼，荷兰时代的名叫做 Malebrigo，M-A-L-E-B-R-I-G-O， 但是佮另外一个名叫做 Tatachel，T-A-T-A-C-H-E-L 吼。龟山岛啦吼，讲。伫咧有利的时机要去看卖吼，因为你又讲遐可能有西班牙人伫遐吼，也甲阮讲，就是东京国王甲阮讲，旧年对祖国派来的船只拢已经来过咯吼，无老上帝。萨曼德号伫咧旧年10月初2，载着5国和葡萄牙。订定效期是10年的双边合约，来互总督阁下改合约。头前写合约，即只写合约吼。该合约伫咧10月初7，巴达维亚公布的有关告示嘛，当做查来吼。总督阁下命令讲，无需要举行任何的仪式，伫此地公告就会使。即个合约啦吼，和葡萄牙10年的即个合约吼，对祖国来的归国大船叫做斯万尼号，伫咧4月17号对祖国来到巴达维亚，该船是旧年9月29号开动 Vargas号和彼得船。Hempstead 号对 Texas 出航吼，今年伫咧上级商务员 Karel Hassink 指挥之下，有10只船航回荷兰。哦，读甲我喙齿用要拍干，我咧想讲，我是毋是来学遐荷兰文吼？我咧学白念吼。因所在荷姆总价值是300万227毫吨吼。3227000毫吨，歹势吼。即寡货呢已经陆续运到卡波迪波啊 Esperance 吼。我学过一点点西班牙文啊，所以看到西班牙文读起来较亲切吼。当然，即只毋是西班牙文啊，是看起来那敢若西班牙文吼。卡波迪波啊 Esperance 吼。迄只归国大船吼，斯万号将会经由暹罗和日本前来台湾，专门要送转去祖国的货物，
边对迄阵，乌兰千本号已经要经由坎布利亚前来取代，用所剩的空间来专门要送去日本的货物。另外一只归国大船叫做 Straits 号函，或者是 Oliphant 号吼。总督阁下将会尽量较紧派来偏湖，以便来专门要送转去祖国的货物。有竞争力的船只，总督阁下计划要派来取代，就是台湾遮，专门要送现款和商品去 Coromandel、Sura、Mocha 和波斯，这拢地名啦吼。也会派快速的快艇来继续贸易，并且要确保福尔摩沙地位，也将为日本和台湾运欧洲和南洋的货物来。快艇米罗号将会载着上色上员Juan Van Elserac 经由东京前往日本。详情请看上述的配信。今仔日有一只篷船对烈士来到此地，载有700担盐，23个人。好，6月初2读煞，我咱食饭，10点29分。咱今仔日读到6月初2吼，看一下。好，无啥物注脚，我有啊。马文有写吼，等下我看马文有写 I。我已经袂记拄则敢有讲爱啦吼，拄则为虾米读到爱哦？就是一寡迄去探查黄金的即个荷兰士兵吼，差不多100个人吼，足侪人因为骹着伤无法度通行，骹着伤是因为涂骹迄沙足烧的，佮迄石头足力的吼，结果有一寡人无法度通行，爱人爱吼。我可能拄看到迄个碑，就一下就读花过去啊，吼，应该是爱吼。另外一个词叫做派，这是马文写吼，感谢马文。另外一个词叫做派，爱佮派无啥共意思吼。纸包用派吼，派纸包、背书包啦吼。爱是囥伫咧你的脚车片遮吼，比如讲爱囡仔吼。这个背小孩吼，叫做这是背，另外一个派珠包吼是无共的吼，用金架头吼，这个做派，派一稻米要去换一只鸡吼，好，派珠包，好，这是马文甲咱分享的吼，感谢伊，感谢马文。安尼，咱今仔日读到遮，要来关房咯。感谢各位吼，Marina 欢迎你吼。好，感谢各位关房吼。多谢大家。好。